这是咱已经到咱第一场礼拜的时间，请咱备办心。咱若伫主场的兄弟姊妹，请咱甲咱的手机会当转去做震动，还是关机，互咱会当专心来敬拜上帝。不管你伫线顶，还是伫实体的当中，咱拢备办心来敬拜上帝。请奏乐。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这是咱的人圣诗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请起立吟全首。上帝的囝基督，用做万福源头，常常是阮所望，亲像河水长流。当我的心肠，我的嘴，全家乐上帝慈悲仁爱，永远拢无变换。天顶万万星星，内心无落唱歌。咱若手比因较亲，应该感谢耶和华。我无地无食，离开阮远远，耶稣偏行旷野，找我带我倒转，会那梦的放下家己，叫我灵魂永远无时。是叫我受大恩，心内真爱报答，常常风采敬存，祈求天父感恩。总
来日日困困，无用出名了大有。请咱由愿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日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他这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要学到你。主啊，因为这个天地拢是你所创造的。阮着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你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阮上帝，阮是你的百姓，是你手的羊。主啊，你要保护阮，主啊，你要引带阮，阮嘛要常常举起阮的手，来为着阮所徛起的即个土地、即个国家、即个世界来祈祷。伫即阵的时间，阮看到疫情，看到风台，主啊，伫台湾的即个土地、即个所在，愿恳求你施恩帮赞、保守，互阮每一个基督徒会当伫阮的所徛起的位，会当常常举起阮的手来祈祷。求你赦免阮，阮有的时阵，主啊，阮常常袂记你到你的面前，常常敢若顾阮家己的事。无要顾上帝你的事，求你赦免阮的罪，嘛求圣神搁一遍来充满、来带领阮。伫今仔日，不管伫线顶，还是伫实体的礼拜当中，主啊，你亲身来对阮讲话，你的圣神来引带阮，互你的圣神会当充满，互阮会当来祈祷，会当引带来归因主。感谢主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请看咱的报告的所在。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龙山教会主日，咱欢迎江英辉牧师来请安甲讲道，嘛欢迎兄姐踊跃为着因来奉献甲代祷。第二点，油厂教会的公告，指挥中心宣布9月初5到9月20。防疫的这个战局维持伫第2级，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要陆续来恢复，为实体也是线顶并行的方式来实施。说明如下：本会已经有得到内政部核准，每一届是100人以内，伫咱规栋的大楼同时间内会设来聚会，包含咱的主堂。所以，咱主日的礼拜，咱9月11拜六下晡的青年崇拜伫敬拜中心，实体的礼拜伫80人以内。9月12，咱教会主堂早起8点的台语的礼拜，甲上午10点的华语的礼拜，是实体甲线上的礼拜并行实施。9月12，咱第3场的华语伫敬拜中心，嘛是伫实体的礼拜80人以内。咱的儿童的礼拜是改伫上午的10点45到12点，这是线上的礼拜。圣歌队的部分，大概圣歌队的主日的礼拜暂时无献诗，但是周间会当来练习，拢爱照这个防疫的规范来进行。那伫牧区的小组，咱来看个别的状况，会当伫实体也是线上的拢来进行。但是拢爱照即个防疫的规范进行。若有需要使用到教会的空间，爱事先办公室来提出申请，以便来调配甲安排。伫早天祈祷会的方面，咱每一天的早起的5点半到6点半，
下早天祈祷会犹原是实体的聚会，拜三的祈祷会嘛是实体的聚会，伫拜三的暗时8点。其他的事工的活动，拢爱依照防疫的规范甲实体的状况，自行来决定实施的时间甲方式。以上，敬请兄弟来留意配合。第三点，本会2020年度第2学期的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那依规定申请，而且符合标准的，请伫本主日前提出申请。9月16拜四暗时8点，召开奖励金的小组的审核。本会伫9月19礼拜要颁发奖学金。第4点，后礼拜的主日9月19是新竹圣经学院的主日。圣经学院有派第地名牧师，伊是郑明志哦，郑明志呀。捌伫人家做新学生，郑明志。哦，郑明志牧师吼，哦，伊是迄个大学的迄个校牧吼，来要前来即个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备办心来奉献甲代祷。第5点，本会2021年度后半年的即个装备的课程，要伫10月初1拜5的暗时7点半到9点半来举办。敬请兄弟办公室来，也是线上来报名参加。详情请看咱周报有即个业业的即个报名表。吼，第6点，伫幸福小组，大家小组会当伫9月底前来举办福音的地会，伫10月开始举办幸福小组。上半年度的福音地会甲幸福小组，若有需要请款的，会当办公室来请款。第2大点，具体消息方面，第一小点，互助社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第三楼的会议室，要来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来出席参加。第2点，社员的消费性的贷款15万，吼，甲即个军公教的贷款30万，吼，若有需要的话，拢会当办公室来申请，吼，这个时间是到11月30。第二小点，伫成人牧区，咱定伫9月26礼拜下晡3点半，要来举行这个塔底山的自然公园的半日游，费用是100块，有含平安保险、餐点加矿泉水。欢迎成人牧区的组员伫9月19礼拜进前小组长踊跃报名参加。教界消息，咱请牧师。咱本会出身的李依涵传道吼，伊是蔡美伟执事的前金吼，感谢主。本来伫顶半年吼就要封牧啊，因为这疫情吼延到这个9月19后礼拜吼，伫后人教会要封牧佮上任，牧师会代表教会吼去甲伊祝福。因为疫情吼，本来是请咱的妇女生乐队，总是袂当去甲伊祝福吼。望咱伫祈祷中吼，三体祈祷。咱迄个有一个影片，就是头拄仔报告咱成人牧区要去立地山吼的半日游，因真功夫吼，特别有做一个影片，咱来看一下吼。大概是欢迎咱若要参加呢，会做参加的款。闷坏了。口罩戴好，口罩戴好。哦，对对对，口罩要戴好。太大声了，太大声了。那还是我们出去透透气呢？那要去哪里呢？鹅銮寮。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黄金海岸。太远了啦。冈山之眼。最近很夯哦，但是有人员管制呢。对了，踏底山。这个好，我可以约我的小组员去那里聚会、分享、唱歌、赞美主、爬山、看夕阳，身心灵都放松了。哦，不错哦，就这个好了。阿妹，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换衣服，马上出发。不是今天呐，是改天呐。哦，不是今天
有昌教会成人牧区邀请各位组员悉家带眷，同 Best 一游踏底山公园，感受上帝创造的自然美哦。926成人牧区踏底山，不见不散。袂歹哈，咱当立地山遮无够远哈，真特殊的景观，应该足多人有去过哈。9月26下晡3点哈，因3点半有这个半日游哈，会当甲小组长报名参加哈。咱今日真欢迎迄个龙山教会的牧师哈，江永辉牧师、江龙辉牧师哈，伊甲带伊的家族哈，小等下我若要用好的声音诗歌，带咱来学习上帝哈。咱现在徛起来，咱甲因拍拍欢迎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感谢主，来。这是咱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上帝的话，伫腓立比人书第4章，咱要对14节看到20节。伫腓立比人书第4章，咱要为14节看到20节。好，若显着恁来看，恁来听，我来读。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14节，虽是安尼，恁体贴我的患难，这是真好。腓立比人啊，恁也家己知，伫传福音的起头，我离开马其顿的时，甲我接手的只有恁，别个教会无。因为连我伫帖撒罗尼迦的时，恁也一摆搁一摆找人攻击我所欠用的。毋是我伫求人送物，独是求果子哪多，来记落恁的笑。若是我有遮的物，教业有剩，我已经充足，是捌对以巴弗提受到恁寄来的物，就是芳芳的味，最通接纳的祭物，上帝所欢喜的。19节，搁我的上帝要照伊阳光中的富有，伫基督耶稣补足恁一切的欠缺。愿阳光归伫咱的上帝，咱的主，到代代无煞。阿免。这是献诗，咱要请龙山教会因要献的诗的题目是这段，就是我们请龙山教会献诗，他们要献的题目是祭坛。来。
好，感谢主。感谢龙山教会来带来献诗。这是讲道，咱要请江延辉牧师。这时候讲到，我们要请江荣辉牧师，他要讲到的题目是给予的祝福。感谢主哈，今日是龙山教会为着建堂募款的主日，咱多谢江牧师哈，伊带伊的家族哈来献诗，伊的牧师娘也是牧师，是主任牧师，去到大湖教会，也是为着建堂的募款，头拄因唱这条祭坛，就是讲咱会当。来起这个祭坛为主献上家己，为着要宣扬主的名，因总是用感恩的心，来为着主，的工程来跑走，所以为着这个，要互人会当来敬拜上帝、宣扬主的名，要起造这个圣殿，所以虽然有这些困难，但是。靠着主，相信一定会当来得到成就，所以感谢上帝哈！今日江牧师要用互人的祝福，甲咱三甲来勉励。江牧师因父拢忠心的工人来牧养主的教会，因为甲陈牧师嘛是有熟悉的即款的缘分哦，我捌。为着玉山新人伊去教因的硕士班的课程有伫屏东，因父拢来上课所以也有熟悉。较早也捌来咱教会感谢主今日真欢迎因为着教会需要这个龙泉教会就是伫内埔毋是龙泉龙山啦伊是伫龙泉因为。原住民真侪，咱遮就是用山所以就用迄个龙山教会感谢主，互因这个建堂会当顺遂明年50周年会当献堂所以再去咱欢迎江牧师伫咱中间伊迄个用母语讲咱听无若用台语听讲可能伊讲了有一点仔忝无要紧，伊若会要讲台语也会使，要讲迄个华语咱拢 OK 啦OK 吗？咱大家拍拍欢迎江牧师。主内亲爱的老师陈牧师也叫陈老师还有我们的牧师团教会的长老，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真的是感谢我们亲爱的陈老师来欢迎接纳我们才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右山教会，感谢神感谢上主的恩典为我们开路那么来到这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怀念的好地方因为在5、6年前我们曾经成为这个陈牧师的这个道硕学生，在台湾中会陈牧师在屏东来开班陈牧师就很乐意的教导我们原住民的牧者学生甚至很高兴的来介绍他所牧养的这个右参长老教会我们也在祭拜中心，我们在那边曾经上过课而且我们也享受过我们贵教会这个美食招牌牛肉面，我在楼上依然还记得所以谢谢我们的陈牧师这样的关爱我们原住民的牧者学生，并且也欢迎我们原住民弱势教会来到我们教会来建堂募款。感谢贵教会的主行爱牧师
看了我们的这个 FB， 牧师感到非常的温馨，因为我们敬拜主，我们都穿着这个原住民的衣服，可见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在主里面我们不分族群，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上帝非常美好的安排，牧师也带着牧师的家族来到贵教会学习，还有来管理所以让我们有机会在主里一起荣耀敬拜我们的主上帝，来贵教会学习我们陈老师的牧养经营策略。在此首先代表我们龙山教会所有的信徒，向我们贵教会这上最高的谢意，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愿意接纳我们来此报告我们教会的需要，还有募款的事宜。那首先第一个，我们来了解龙山教会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就在民国的58到60年这个年代，我们很多的大陆青年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外省人来到台湾来到龙泉定居，而且他们也都大量涌入这个原住民的部落来去找他们美丽的少女来成为他们一生的这个恳求妻子那这些少女呢，有的是来自附近的三地门乡、马家乡、太武乡由于因着结婚而随着老公当兵来到龙泉营区来定居因着在原乡这些少女们他们就已经有很好的信仰基础所以他们以2个人到3个人家庭小组的聚会为开始他们就努力认真的就常常就挨家挨户的来去探访族人们都能够来上礼拜感谢神的恩典，圣灵的做工都祷告就都有能力都有恩典，所以教会的人数就这样渐渐增加了那我们教会的行政也开始步入正轨了就在民国的61年的10月28号就是49年前，那么明年呢就是50年了，我们就要庆祝教会的社教50周年，还有献堂感恩礼拜。所以我们的教会从这个破旧的这个铁皮屋的教堂到这个重建这个住家式的2楼礼拜堂我们进入到那个图案这边对着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2次盖的这个住家那第一个呢，这个教会就是铁皮屋教堂已经破旧不堪了都在漏水了，落雨就不得已就拆掉，然后再盖这个住家那第2楼是个礼拜堂我们就考虑说把那个礼拜堂放在楼下因为老人家上去不方便。那结果呢，设计师就评估说会头重脚轻行不得，非常危险那感谢神，也感谢主的恩典也透过我们隔壁教会内部教会一个李宽仁长老他是这个非常有爱心的李宽仁长老，就这个帮我们购买这个教会的隔壁土地150万买起来我们面积大了，我们就有资格来向总会申请募款感谢主都有上帝的安排所以
所以一直到2016年这个会员大会就通过来预决来重建这个真正礼拜堂的样式教堂，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这个教堂，预备明年50周年，然后献上给上帝。那第二个，我们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迫切一定要重建礼拜堂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位年老已经快90岁的这个王老姐妹她非常年老了那她的老公也过世了，她又没有孩子来照顾她每一个主日一大早她就推着她一辆她的自己的轮椅当做她的拐杖然后用她那一双几乎快要瞎掉的双眼了，因为老了嘛看不见了。然后他就摸黑，就一步一步慢慢的来推着轮椅走到教会的大门，缓缓的走进来再用他那已经快要身体已经快要弯曲到90度的这个辛苦来爬到第2楼，有那么陡峭的这个楼梯真的是非常辛苦然后他再用尽他的力量来走到第2楼的礼拜堂的入口，找到他最喜欢坐的椅子要来聆听上帝的话语。阿们吗？感谢神上帝这里在做工他说在我有生之年他说他不会停止来教会寻找上帝，来去敬拜上帝。他说即使我身体已经不方便了，他说我也会克服一切的困难来找耶稣基督，来见耶稣基督。因为他说我爱耶稣我渴慕和耶稣相近。感谢主。所以教会从这位王老姐妹的身上就看见了教堂一定要重建让我们都有这个很舒服，像我们有长老教会那么舒服的这个位置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感谢主感谢上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建堂的计划就开始展开了。我们来看看现在努力的这个教会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教堂的正面已经盖成这样。刚才牧师讲过，我们的教会就在龙前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个新兵训练中心的隔壁，很好找大新村那我们的教堂的正面已经努力改成这样了下来我们教堂的这个右侧特别那边有7灯台，7个窗户表示我们这个教会要努力成为这个7灯台的教会，要成为这个尊主为大、尊主为圣的一个教会。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是同心合一、彼此相爱的这个团队服事的这个教会。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努力成为圣灵充满的教会愿上帝祝福接下来我们这个教堂的这个外观感谢主这位白色的教堂来归给神。我们从侧面照我们教堂的外观照得更清楚。好，我们从后面照整个教会都照起来了很醒目这个无障碍的设施特别考虑到我们那些有障碍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来上教会听上帝的福音好，第7个我们的大门第8个就是我们1楼的这个牧师馆的这个两边是房间中间是这个浴室好，我们这个牧师馆的客厅这个我们1楼有是这个副堂客房还有是你们来到龙前没有地方睡可以来到我们龙山教会这个客房免费给大家来睡觉有电视又有冷气又可以去看你的孩子
当兵很好哦，欢迎你们啊。好，还有这个我们这个1楼的副坛哈，是多功能的教室哈，可以做这个文件站，也可以做客服哈，都可以哦。大家在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哈。好，这个我们的公共厨房也不能缺少啊，来聚餐来餐。这个我们1楼的这个无障碍厕所也不能够没有哈。好，我们1楼的这个女厕所好，我们1楼的电梯也不能缺少哈。考虑到我们这些老人家哈，一定有电梯。我们这个1楼的楼梯要去做礼拜到2楼的这个电梯。好，我们这个我们隔壁是2楼的会议室，还有牧师馆办公室放在一起。还有我们这个2楼的楼梯要准备做礼拜。我们的招待室要招待客人好，我们2楼的男厕所我们的女厕所我们的主坛可以容纳120个人欢迎大家来参观来做礼拜好这个就是我们教堂的完成样品这个很清楚3个面就在我们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新兵训练中心的隔壁欢迎继续好，接下来这个我们的工程这个预算我们的工程总价是1550万，但是我们做起来之后都是物价上涨都会超过那我们的主结构建筑工程是1050万，我们的装潢工程250万，设备250万，我们的自筹款是350万。那我们向总会属下的各教会募款，我们要努力到700万。好，那我们自己向银行贷款的，我们要500万，愿上帝来做。所以感谢上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开始建堂过程当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所以在这几年中我们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我们也学会了我们都要用祷告来全心仰望我们这个大有能力的这个上帝。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为我们开路的上帝，更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所以感谢神，我相信今天是上帝美好的感动与安排我们一家人，我们大概5点半我们就起来了准备出发，因为也不是很熟嘛，然后感谢主很平安的来到所以我相信这是上帝非常美好的安排预备了我们为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透过我们的信仰认同，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不分族群，我们都是一家人来演绎成为我们原住民族群这个龙山教会在建堂上的帮助与支持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一样这个腓立比教会成为了这个保罗他在欧洲宣教上最大的帮助也成为了欧洲第一间的外邦教会，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功劳非常大所以腓立比书4章17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并不求你们什么馈送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能够渐渐的增加，来归在你们的这个账上所以意思告诉我们说保罗他不是希望自己得着好处，而是希望我们腓立比教会的所有信徒在福音的这个事工上所给的帮助都能够记录到你们自己的身上。阿们吗？而且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是公平的会祝福我们献上多少上帝都知道所以他提到一个非常大的意思，就是在19节告诉我们说，我的神必照他
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让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所以上帝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啊，我们需要什么？所以意思告诉我们说，上帝将他丰富的恩典都给了我们，但是他更希望我们将这个丰富的恩典能够透过我们的分享来去给出去，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同来以上帝来成就这些祝福。就像我们的腓立比教会，他们乐意的这个帮助这个上帝国的成功，帮助保罗的宣教，对，成为了这个上帝所需的这个馨香之品。上帝就要赏赐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阿们吗？我们相信上帝都知道我们付出多少上帝都会赐福于我们。所以第二个，我们蒙福的管道就是我们就要成为一个给予者了就像我们无饼而已有东西，上帝就会祝福了所以箴言11章25节告诉我们说，那个好施舍的就会得着丰裕，滋润人的必得着滋润。那路加福音6章38节也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给人，就必会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伸头，也要带岸，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人，也并用什么量器来量给我们，一样的道理。所以无论我们对人或是对神慷慨的这个祝福，我们相信我们都会从人或是从神那里得到充充足足的怀抱因为我们都是互相的嘛上主都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回报，所以这个是上帝对给予的法则每个人都一样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给予，就是一个支持的行动因为我支持你，我才会给你帮助。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1章5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现在，你们是同心合意的来去兴旺福音。所以事实上，腓立比教会并没有人并没有去派人来帮助保罗，和保罗一起来宣教。但是当他们来帮助保罗的时候，这个就是支持上帝的神工。我支持你，因为你努力认真来服侍上帝，所以是一同有份于兴旺上帝的福音。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龙山教会能够来到这里，就是表达我们教会对上帝事工的支持龙山教会的历史页，今年我们贵教会是一个乐于帮助人的教会，乐于帮助上帝事工的教会。那么待会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合照成为我们明年这个50周年这个现场的特刊。阿们吗？愿上帝祝每个人对，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支持上帝国的成功。对，第二个，我们的给予是一项投资第17节告诉我们，他说明明腓立比的教会都已经给出去了，为什么又要归在他们的这个账上呢？原来这个就是天国的祝福，上帝要祝福我们在马太福音19章29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来撇下这个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都要得着100倍而且承受这个上帝的永生所以这个天国银行的，他给我们的是100倍的祝福弟兄姐妹们是100乘以100超过我们这个所需所求的，而且是不会腐烂的也没有诈骗集团来骗我们所以因为我们的老板是上帝，他必成就他的应许那第三个，我们的
给它是一个献祭。所以18节告诉我们保罗形容腓立比教会的这个馈送是一个非常美的这个香气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个器物为什么保罗这么样肯定腓立比教会呢？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住，坐在我这个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右山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为龙山教会这个建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耶稣而做的，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是甘心乐意奉献的，来参与这个上帝的成功。这样的给是上帝所喜欢的，所喜悦的。就像利未记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感恩祭，这个馨香之祭，要达到上帝那儿，这个上帝就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第三个，牧师要这个，上帝美好的见证，上帝在我们龙山教会为我们开路，感谢神，我们的上帝是创造新事又做新事的真神，阿们吗？所以上帝是我们的开头在以赛亚书43章19节告诉我们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感谢神，从去年的8月开始，我们就开始募款了。那总会开会通过，那给了我们龙山一个5个平地中会从这个台北开始，台北中会，然后是彰化中会，高雄，这个寿山、屏东5个中会，那原住民教会呢有6个中会，从泰尔中会，我们的不弄3个中会，这个花莲、南投、桃园乡，还有我们自己的排湾中会，还有东排中会，还有我们这个卢开族的友好教派，感谢神，上帝为我们开路。哇，那么多间的教会我们该怎么跑但是我的内人主任牧师也是一头雾水我们要怎么开始起步呢？怎么办呢？那么多间的教会如果靠我们人怎么能动工呢？撒迦利亚书4章6节说得非常好，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我们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包括财力，乃是依靠上主的圣灵来翻人成事，征战得胜。阿们吗？我们上帝圣灵帮助我们，所以感谢主于是我们就着重在祷告这方面，也加强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视健康的祷告。那我们周间呢，我们每个礼拜2还有礼拜4也有守望祷告会不单单如此，我们也开始做任线的这个筹募建堂奉献。那常以呢1张需要9000元，那每户任献1张。于是我们的建堂施工就这样慢慢的展开了，有做上帝就会做工所以我们2个人，我们也就努力认真，也每天也在办公室来忙着这个募款的圣工，来去一间的打电话到各教会来去问候，然后定这个募款这个时间的日子，还有影印这个募款的资料。所以建堂真的不是人能做到的真的要有信心真的是万事起头难。若不是上帝的同在，还有圣灵的帮忙，我们怎么能够马上上路呢？就这样，圣灵的同工指导我们募款讲到的同工，上帝已经都为我们安排好了。我们有总会的同工，还有感谢主，我们就认识总会同工
还有我们周围的同工也可以帮忙，还有我们退休还可以回收的那些牧者他们都很累的来去帮忙我们这个募款所以还有我们本教会的5位同工，对，还有我们3组的诗班，我们有妇女会，还有兄弟会，还有牧师家族都全部都献上给神。就这样，我们就开始这个进行募款。感谢主，我们努力了半年，我们又碰到这个疫情的灾害。那如今募款，我们总数额算上，感谢上主的恩典，上帝就是这么会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的募款已经也快要达成我们的这个希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真是要高声呼唤赞美主啊，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谢谢主。所以这个都是上帝所做的，超过我们所需所求。我们的上帝真是创造新事有做新事的真神，比我们龙山教会50个人，然后还有人说我们是寡妇教会啊，我们的男孩子没有几个，都是女孩子，怎么能够做到？所以而且了解龙山教会的人一定都不敢相信，压抑我们是怎么能够做到的？所以去感谢上主的恩典，只要我们勇敢的为上帝来去建堂募款上帝必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只是同心合一的来尽心尽力来欢喜为他募款，为他工作，上帝就为我们开路了。感谢主非常美好的恩典。所以当然啦，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我们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财力，是依靠上主的圣灵才能够做到如此地步啊！所以感谢神，上帝就带领我们来到我们贵教会，陈牧师陈老师说牧养的贵教会来取经啊，来学习我们如何来牧养经营教会看到贵教会的一切，我们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啊！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感谢上帝为我们安排的，所以我们为神甘心乐意祝福。19节告诉我们，保罗说：“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让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所以这一切都包含所有的一切了，包含我们的所需所求，信上帝会帮忙。所以这一次，我们谢谢我们的陈老师还有我们贵教会的接纳还有我们的小会长老的通过我们来欢迎我们龙山教会来建堂募款，上帝祝福我们贵教会的这个慷慨的祝福来证明施比受真的更为有福，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坐在我们右长教会的成功，这个荣神益人荣善和嘉荣，恩善加恩，利善加利，阿们吗？也是祝福各位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主美好的恩典，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差派我们来到贵教会，陈牧师的牧养的教会，来看见上帝你如此的作为。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来奉献给你，恩上加利上加利，来献上给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好，这时咱要请龙山教会过来献一首诗，是俄勒上主。这时候我们再请龙山教会要来献一首诗，是赞美上主。
咱搁这边来拍鼓来感谢因，这是功德。咱各位兄弟吼，咱为着龙山教会的建堂的时间吼，咱也为因祈祷吼。伫合解第1章第8节讲，咱也起造圣殿，这是耶和华上帝所欢喜，搁互伊得到荣耀。我所以这是一个上帝所欢喜，搁得到荣耀的时间。毋望咱为因奉献，互因拢无欠过。咱嘛为着即个灿树，即个台风吼经过台湾感谢主的保守有减弱所以伤害较袂遐重有带来雨水，咱也持续为着即个来祈祷。咱台湾也拄着即个疫情迄个有Delta即个病毒入来，毋过感谢主，我若看起来有好的控制，无搁较大扩散。咱求上帝当来踢住这个疫情咱这样献求为了软弱的肢体，还是为了咱教会要开始的幸福小组门徒训练的课程，咱拢献上代祷。好唔好？现在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3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你所定着的圣日，愿欢喜伫你的圣殿敬拜。主，阮感谢你，今日是龙山教会主日，因为着建殿伫阮的中间，分享因建殿的异象，因的需要，互阮会当为因祈祷，为因奉献。因为主啊，你讲会当备办这的材料。来起造你的圣殿，这是互你上界欢喜，搁得到荣耀的。所以愿你施恩赐福，会当互因伫逐所在拢得到你的恩典，互因见证一切经历，耀华屹立，你的供应源源不断，对万国运来珍宝，四面八方对天顶逐所在的祝福充满伫着。龙山教会，主啊，阮也感谢你，互阮台湾得到你的保守。虽然有台风过境，但是主你互阮无拄到过头的伤害。感谢你的疼痛怜悯，求你也会当借着这个台风，将最这病毒、这无清洁物件带走离开阮这个所在。感谢你来踢除一切这病毒疫情所可能的传播。主啊，阮台湾得到平安。主啊，你的圣话求你看顾，阮要开始幸福小组，阮有门徒训练的课程，你拢甲阮同在，带领你的圣话，互信的人那加添，互你的教会日日那兴旺，互上帝你的国度那广阔，互阮经历伫地里，那像伫天里。阮所有兄弟姊妹有软弱、病痛、艰苦，愿你的医治到伫因，互因来得到医好，互因会当有勇气身躯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主，阮感谢你，阿罗你，听我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只是要来奉献。也即咱今日有即个龙山教会，也有一个建堂的奉献录咱会当利用奉献录照上帝对咱的感动，咱会当来为因奉献有的和无的。大的会当祝福小的愿上帝互咱所做的拢得到主的欢喜加倍纪念祝福咱。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
我会在情里相思，甘愿行一切起舞。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主啊，阮所有的拢是你所创造、你所想事的。主啊，阮要来回应主你的听，嘛要来回应主你予阮的祝福，予阮的奉献之前，予阮的恩之献上阮的感谢。毋管阮所奉献的是多是少，阮求你祝福，求你接纳。我们要奉主的名，求你来祝福龙山教会。主啊，互因的建堂的即个募款，即个欠缺，主你会当来亲身来为因备办，嘛祝福因伫咧建堂过程当中会当平安，会当荣耀主你的名。感谢你，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祝福车祝福车庆诗歌歹势。请咱由愿徛地，咱来吟祝福车庆的诗歌401首，愿全能主上帝。全能主上帝，保守所言可听，这平安完全平安，天心勇敢如万难，也把永梦主的名。永久恩典无尽，完全能主上帝，保守所言无等恁通平安去，互恁会当诚做一个蒙福的人，会当将福气分予人，阿门。互恁会当诚做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也诚做恩典的管道。愿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照伊荣耀丰富，互恁会当凡事得到充足。阿门。但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阳光遍照你，用慈悲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恁，赏赐恁平安。阿门。请坐，会倒闭会。